生命充滿不可預測嘅變數，我哋能唔能夠喺其中仍然保持內在嘅秩序？無常有序呢本書係透過真實嘅故事、靈性反思同埋實用指引，帶領讀者直面生老病死，學習點樣喺面對無常裏面安頓身心，甚至從中發現恩典同埋意義。第一章，人生無常，作者以自身嘅經歷為引，真誠嘅分享面對突發變故嘅時候嘅衝擊同埋覺醒。呢一章唔單單係述說故事，更加係一場關於接受無常嘅內在對話。第二章，當你老了，老去係必然嘅，但係我哋係咪能夠準備好迎接佢呢？本章探討衰老帶嚟嘅挑戰同埋智慧，並且提出關鍵嘅問題：點樣讓晚年唔單單係活着，而係有尊嚴嘅活着。第三章，最美的祝福，當病痛與死亡逼近，人應該如何自處呢？本章聚焦道謝、道愛、道歉同埋道別四道人生，以及如何透過遺言、遺囑、遺愛、遺願四維嘅規劃，讓離別不僅係終點，亦都能夠成為留俾所愛之人最深嘅祝福。第四章，離別的叮嚀，一位臨終病人現身說法，分享生命最後階段嘅體悟，並對探病者提出真摯嘅建議。此外，作者整理10項臨終關懷嘅關鍵，幫助讀者喺陪伴他人嘅時候，既能夠給予支持，亦都能從中獲得啟發。第五章，失落，失去至親、健康或者夢想之後，點樣唔讓悲傷吞噬自己呢？本章細膩嘅描繪失落帶嚟嘅挑戰，並且提供靈性嘅反思，點樣從逝者嘅人生裏面揾到意義，學習喺哀傷裏面仍然能夠活出每一天嘅價值。第六章，無常有序，呢一章回歸書名嘅核心，探討佛教同埋基督教對無常嘅詮釋，並且提出無常之中仍有秩序嘅觀點。第7章，回家備忘錄，具體嘅嚟到列出15項重要嘅資訊同埋事項，引導讀者點樣在生前安排好身後事，減少不必要嘅遺憾，為此生畫上完美嘅句號。無常有序呢本書唔係教你逃避生命嘅無常，而係幫助你喺其中揾到自己嘅步伐同埋平安。適合嘅讀者包括曾經經歷人生無常而感到無奈同埋無言嘅你，希望有一個無憾同埋無悔嘅人生，並且留下祝福俾下一代嘅你。亦都包括正在陪伴病患嘅關顧者，經歷親友離世嘅同行者，以及對無常議題有深度思考嘅愛好者，同埋喺生命課題上面謙卑學習嘅追求者。我哋從書裏面學會喺無常嘅流沙裏面築起有序嘅心靈堡壘。書裏面嘅每一章都係一個反思嘅練習。